近日越嚟越多聲音質疑非法販賣 MDMA 嘅問題。有網台轉播咗其中一個節目錄音，內容係推廣自己成立嘅改變同學會，亦聲稱自己已經送過好多人去加拿大同澳洲接受 MDMA 嘅療程。所以我都趁呢個機會分享一啲係網上揾到關於 MDMA 嘅加拿大官方醫療資訊。我哋先聽錄音內容。咁我做完嗰個治療之後咧，我就根治咗我所有嘅情緒病。咁呢個治療而家喺美國一路都有行緊啦，澳洲合法咗啦，加拿大合法咗啦，美國就幾個省合法啦，咁樣啦，咁咯。咁呢個就係一個叫做 MDMA 嘅治療啦。哦，係啦，咁大部分國家都唔合法嘅。哦，係啊，咁目前嚟講，呢個治療係我喺呢個世界接觸過嘅認識嘅，係對情緒病嚟講係一個最有效嘅治療。因為我介紹過好多人去做相關嘅治療，然之後每一個都係好返嘅。而我介紹過去做嘅呢啲治療嘅人係100% 好返嘅。咁所以點解雖然佢係仲有好多地方未合法，但係其實呢隻藥佢已經好耐㗎啦，佢係1985年先至開始唔合法，85年之前係合法嘅。咁呢個世界有一班嘅專家，佢哋一路維護緊佢，希望佢喺唔同嘅國家可以通過到合法咁樣咯。咁好彩澳洲就合法咗，咁就合法晒澳洲，加拿大又合法晒咁樣咯。咁好彩咁呢兩個國家都合法晒，咁就變咗。如果我哋介紹人去做呢個相關治療，就會介紹佢去澳洲或者介紹佢去加拿大咯，咁樣咯。OK，咁嗱，香港就肯定唔合法啦。邵先生提到，加拿大已經合法係以偏概全，因為正確嘅講法係加拿大係高規格門檻之下，只係俾極少數生命受到嚴重威脅嘅情緒病人試用 MDMA。根據加拿大官方網站 Canada.ca，病人只有2種合法途徑接觸 MDMA 治療：一、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； 2、特殊用藥許可計劃 Special Access Program， 簡稱 SAP。SAP 係一個批准破格引用致幻劑，包括 MDMA， 俗稱搖頭丸，當中嘅活性成分用嚟做輔助性心理治療。申請人必須係加拿大合資格嘅精神科醫生，病人無法自行申請。SAP 由2022年1月開始，至2024年，全加拿大只有41名患者獲授權使用 MDMA， 絕大部分係加拿大本土人士。基於安全考量，申請 SAP 嘅條件必須有一份本地認可嘅詳細病歷。咁非本地人可唔可以申請 SAP？ 答案係可以，但程序相當嚴謹。以香港人為例，如果想透過 SAP 接受 MDMA 治療，首先要揾到一位加拿大本地嘅精神科醫生，佢願意接收境外病人，接受非本地病歷同接納病人申請嘅病因。同時，病人仲需要準備一封由香港註冊精神科醫生發出嘅推薦信，清楚說明已經試過所有常規療法但全部無效，而病人現正處於嚴重生命威脅嘅狀況。總括嚟講，即使係加拿大， MDMA 治療仍然係高度監管嘅藥物，主力幫助 PTSD 創傷後遺症嘅患者，並非一般情緒病人申請授權使用。而獲批合法接受 MDMA 治療之後嘅費用亦相對高，稍後會提供有關資訊。我哋先重聽網絡上流傳嘅幾段錄音對話。你放心啦，我對呢件事嘅經驗係全個亞洲最豐富嘅，我係最知道 MDMA 療程係做到啲咩嘅人喺亞洲，所以只要你翻嚟香港，只要你有機會翻嚟，然之後約時間，我寫包單，我一定幫你搞得掂。唔好嘅話唔收錢就得，因為你都知啦，如果我要呃你嘅話，我最多呃你1000蚊嘅。不過唔緊要，唔好嘅話，直頭係唔需要收。你過數俾我都冇用噶，要同你做療程啊嘛，要見面噶，你要翻香港噶。咁要提一提你，呢個療程喺香港係唔合法嘅，咁所以唔好周圍同人哋講。咁
我喺19年開始就已經幫人哋做呢個療程，做咗580幾個人啦，去到今天喺咁多年嚟，我只有2個嘅冇進展嘅個案，唔係叫失敗嘅，即係冇乜進展咁樣。580幾個人得2個冇乜進展，咁你可想而知我嘅成功率有幾高？我建議你為咗自己好，盡快安排翻嚟香港約我見面，然之後我幫你做療程。睇完呢個紀錄片，完全有唔明嘅，有咩 bias 嘅，有咩驚嘅，直接同我講，話俾我聽，問我問題，我乜都識得答你。重提一次，直至2024年，加拿大衛生部 Canada Health 官方數字顯示，透過 SAP 合法獲授權試用 MDMA 只有41人，絕大部分為加拿大人。錄音入面提到用 MDMA 被醫好嘅580人，唔知道有冇包埋喺裏面？點解全球仲未合法之前，甚至疫情期間，可以保送咁多人出國治療？大家一定聽出錄音有幾個重點： 1. 勸導對方返香港見面做療程； 2. 收費1000元； 3. 提醒對方 MDMA 喺香港仍屬違法，切勿張揚。其實正式合法嘅 MDMA 療程費用遠超於1000元。以加拿大為例，提供 MDMA 治療機構唔多，其中一間位於卡加利 Atmasina Psychedelic Therapy 提供嘅 MDMA 療程以2次為基本，大概7000加幣起跳。如有需要接受第3次療程，所需費用係1萬加幣或更多。每次療程需要相隔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先可以繼續進行，期間不停有專業精神科醫生做精神評估，每次收費200至300加元不等。整個療程可能需要多次額外治療對話服務及諮詢，全部另行收費，所以總費用可能超過2萬加元以上，仲未納入一般開支，例如機票、住宿、揾專業醫生寫醫學報告等等。我明白情緒病人嘅彷徨無助，好想揾到出路嘅心情，應該揾合資格嘅專業醫生，而唔係誤信咗啲心術不正嘅人，借提供醫療從中獲利，藉此幫助自己斷窮根。希望你哋遇到真心幫你嘅人。咁所以，我喺開始咗呢個做 M 呢個緣分之後呢，其實個天已經派晒嘢俾我噶啦，佢已經令到我得到好多我從來冇諗過得到嘅嘢，甚至佢係斷咗我窮根添。